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1月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1篇，申命记24章17节到22节，马可福音11章11节到22节，20节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无花果。无花果是一种看不到花的果树。牧师会说看不到花，意思就是说它会开花，也因为看不到花就被称为无花果。事实上它是有花的，只是它的花是一个内放式的，成长于在果内，包在果核的里面。无花果是一种富含着膳食纤维，并且富含超过5种以上的维生素、营养的果实。它可以生吃，也可以晒干或是制作果酱使用。是叙利亚、近东或是亚洲地区盛产的果实。也是以色列人的日常食物。圣经里多次的引用无花果作为教导以及比喻。耶稣基督曾经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它只长茂盛的叶子，却不长果实。因此呢，他就咒诅了无花果树。隔天无花果树就枯干了。马可福音11章12节到14节、20节到24节这样记载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回城，在路上耶稣饿了，他看见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棵无花果树，长满了叶子，就走过去想看看树上有没有果子。他到了树前，只看见叶子，因为那时候还不是结无花果的季节。耶稣对着那棵树说：从今以后再不会有人吃你的果子。他的门徒都听见了这话。第二天一早，耶稣和门徒又从那条路经过，看见那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死了。彼得记起这件事的经过，就对耶稣说：老师啊，你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枯死了。耶稣回答他们说：对上帝要有信心。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对这山说起来投到海里去，只要心里不疑惑，确信所说的一定会实现，这事就会为你们而实现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相信是得着的，就会得到你们所求的。这并不是说耶稣基督因为没有吃到无花果，然后就咒诅无花果，而是在形容一个人的生命如同这棵无花果树一样，它只长叶子，不结果实，那么它就是没有信仰生命的见证，就必须要死。就如同雅各书第2章所说的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一样。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很喜欢强调守诫命可是他们却活不出美好的见证。就好像无花果树只长叶子，却不结生命的果实，他们没有办法活出见证。
申命记24章17节到22节教导命令以色列人要顾念孤儿寡妇以及出外人，不可以将田里的收获收得一干二净，必须要留给需要的人去捡拾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做到这一点。圣经说不可剥夺外侨和孤儿的权利，也不可拿寡妇的衣服当抵押。要记住，你们曾在埃及做过奴隶，上主你们的上帝释放了你们，所以我命令你们遵行这诫命。你们收割而忘记带回家的谷物，不可转回去拿，要留在田里，让外侨、孤儿和寡妇拾取。这样，上主你们的上帝会世世赐福给你们。你们摘橄榄摘了一次之后，不可再去摘剩下的，要把剩下的留给外侨、孤儿和寡妇。你们摘葡萄摘了一次之后，就不可以再摘剩下的，要把剩下的留给外侨、孤儿和寡妇。要记住，你们曾在埃及做过奴隶，所以我命令你们遵行这诫命。爱人活出生命的见证是上帝的命令，所以基督徒若不能活出这样的一个信仰生命，那么就必要失去如同那一棵无花果树一样。诗篇146篇，要赞美上主，我的灵啊，你要颂赞上主。我有生之日要赞美他，我要一生一世歌颂我的上帝。不要倚靠世上的首领，不要依赖必朽的人，他救不了你们。他们一死便归为尘土，他们的策划当天变成泡影。那得到雅各的上帝帮助的多么有福啊！那投靠上主他的上帝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帝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，他始终持守他的诺言，他为被欺压的人伸张正义，他赐食物给饥饿的人。上主使被囚的人得自由，使盲人能够看见。他扶起被欺压的人，他爱惜正直的人，他保护寄居的外人，他辅助孤儿寡妇。但要挫败邪恶的人的诡计，上主要永远作王。西安哪，你的上帝要永远掌权，要赞美上主。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美好的生命见证，愿意帮助人，使人得益处，让我们有能力去帮助需要的人，关心软弱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